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問天。喺3月5號更新完之後，就多咗16個新嘅軍師技，而入邊其中黃月英同埋孫尚香就喺開荒前期好有用。用孫尚香嘅技能就可以獲得資源，只要對住盟友嘅地嚟施展技能就可以。而佢拎到嘅資源係取決於嗰塊地嘅 level， 不過每日只可以用2次啫。而黃月英就可以召喚一個部隊出嚟攻城。而徵召出嚟嘅部隊係可以維持1個鐘，喺前期攻城嘅時候就唔需要擔心唔夠工程車。而召喚出嚟嘅部隊有35 level 同埋15000血，應該足夠應付大部分嘅攻城，亦都可以用嚟拆嘢嘅。咁喺度預祝大家開荒順利。今集暫時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支持，下集見。